地狱空荡荡，恶魔在人间。2000多年前，西南边陲古滇国的统治者献王擅长风水之术，为人更是凶狠毒辣，手段残忍，竟然向自己的子民投喂邪恶的蛊虫，随后将数以万计的他们活生生制成人俑，只为确保自己所葬之地不被外人打扰。而现如今，摸金三人组为解除鬼眼红般的困扰，怀揣同一个目的，踏上了前往云南的旅程。但要想到达虫谷，就要穿过遮龙山的河道。可惜他们还没有察觉，他们早已经进入献王墓的领地了。船划了没多久，水流突然变得急促，三人缺乏经验，竹筏在崎岖的河道里四处碰壁，只因一个轻微的波动，让竹筏撞向河底的暗礁。这一行为恰好启动了河道内部的机关，转眼间河道内的水流又变得缓慢平静。他们还天真的认为一切都已结束，其实凶险才刚刚开始。在雪梨羊的提示下，三人都被眼前吊挂的人俑所震惊，而下一秒悲剧发生了。但凡竹筏经过的地方，人俑就会纷纷下落，其壮观程度堪比狮子座流星雨。可有意思的是，所有人俑都会精准地掉入水中，没有丝毫例外砸在三人的竹筏上。掉入水中的人俑开始迅速溶解，很快水面就出现大量的不明生物。这是乱说。胡八一刚说水蛭风不会离开水面让大家放心，结果下一秒就哐哐打脸。水蛭风不但会飞出水面咬人吸血，同时还会吸附在船下，导致竹筏变重慢慢下沉。情急之下只能拼命划船，在沉船之前赶紧上岸。可你有政策，我有对策。大量的水蛭风围在船底形成漩涡，破坏竹筏的正常航行轨迹，试图强行撞沉竹筏。碰撞中，雪梨羊精受不住撞击的冲力，不幸掉入水里。但奇怪的是，水蛭风并没有向他发起攻击。雪梨羊向后看去，原来一大群食人鱼也向他们游来，同样在经过雪梨羊时也将它无视。他们的目标居然是细小的水蛭风，没多久水蛭风就被消灭殆尽。这时食人鱼掉头向三人展开攻势，不断撕咬捆着竹筏的绳子，不想给他们塞牙缝的三人拼了老命向前面的落脚点划去。万幸的是，在沉船的前一刻，三人安全上岸。离开后，摸金三人组终于看到10万大山的虫谷全貌。而接下来，在虫谷最深处，三人会看到坠毁多年的飞机，并且飞机上的驾驶员似乎还活